咱来参加祈祷。所以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搁一摆伫遮组织。阮看见侪侪人为着火烧大水伫遐咧受苦，阮伫你面前纪念因，也感谢你，互阮平安伫遮会当安心敬拜你。愿你通过罗卜的嘴，互阮今仔日所听你的话，通过你的圣神，成做阮信仰的基础。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对即礼拜开始要开始讲迄个约翰福音段约翰福音段约翰我2礼拜前已经讲，敢若概论安尼吼。我有讲伊甲其他3本福音真无共款，伊无讲圣诞节的故事，伊讲耶稣的开始吼，是今仔日咱读去5节，对创造以前开始，毋是伫希律王迄阵才伫伯利恒出世，对迄阵就开始。咱会当讲，约翰第1章第1节到第5节是约翰版的圣诞节的故事。约翰版的圣诞节的故事，这内底包含足侪物件。5节啊定吼，我会当讲半点真久的道理互恁听。这内底真正足侪物件。那我2礼拜前我讲，伊讲的约翰讲的道是咧指耶稣，所以伫开始的时候，伊伫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啥物，伊咧介绍耶稣互咱哦，伊无用耶稣的名，伊用道，吼，这真 impersonal， 敢若你要介绍一个人，哪有用这个方法？总是伊要强调道甲上帝三甲伫在这项代志，我知影。伊第2节开始吼，称呼道用伊，这都毋是道啦，定吼。伊一直到第17节才提起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伊对第1节到第17节吼，伊完全无提到耶稣的名，拢总用道。但这5节吼，我要分做3部分吼。头一部分，咱来三角看道耶稣甲上帝的关系，迄是第1节甲第2节。第2部分是耶稣甲创造的关系，创造宇宙，迄第3节。第3部分是耶稣甲人类的关系，甲你、甲我、甲咱大家的关系。第1节甲第2节伫起头有道。咱今仔日我读创世纪第1章第1节吼。阮细汉的时念经句，拢缘起头有道，缘起头有道念迄个创世纪第1章第1节嘛是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缘起头吼。对古早吼。道甲上帝三甲伫地。第3节讲道是耶稣啦，耶稣甲上帝迄阵就存在耶稣甲上帝做伙创造，咱真罕伫安尼想吼。咱拢讲上帝创造天地，你咧讲创造天地时，你大概真少去想到耶稣。毋过约翰是安尼写，有真侪人用创世纪第1章第1节，甲约翰第1章第1节合过来讲吼，伫创世纪的时都有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代志。因的意思是讲，上帝创造天地，照约翰讲，耶稣甲上帝做阵，佫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天规个宇宙昏昏暗暗。上帝的神运行伫对面，所以上帝的神嘛伫遐，安尼就三位一体啊嘛。这是真
真有意思的看法啦。啊，佮因为安尼吼，因佮看去到创世纪第1章26节，上帝要创造人以前，伊讲咱来创造人，照咱的形象来用咱，所以这个是真侪人用这在强调讲，三位一体对遐尼早就有啊，遐尼早就有啊，吼啊！当咱来三国讲道这个代志啊，道，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伫遐，敢若3字若顶啦。英语迄个道翻做 word 是字啦，是话吼。啊 logos 是希腊文的 logos 吼，啊中文翻做道。word 是迄个话，迄个意思是犹太人用的方法。犹太的传统是讲上帝，因为上帝创造天地拢用讲的。第1节上帝讲，第2节上帝讲，就有光就有光，伊用讲的，伊毋是用手去做，伊用讲的。所以上帝的话是代表上帝的权能。第6节上帝讲，天甲水就分开，就安尼分开。第9节讲地甲海爱分开，伊拢用讲的。所以伫犹太人的传统的内面，上帝的话 word 都是上帝的权能。这是犹太人这是 word 的迄个由来。logos 吼，迄个约翰大的世界是希腊，迄个时阵是希腊的世界。希腊人吼，因看到这个宇宙伫震动，春夏秋冬日时暝是真有规矩，真有迄落。啊，搁因就想讲，这个宇宙有一项物件在 run， 迄个物件叫做 logos， 就是 logos 也是人的理性，也是人的迄个智慧，拢用 logos。这个物件对倒位来，咱毋知，总是有这个物件。天地宇宙运行遮尔好势，是安怎咱毋知，是 logos 在控制。1919年和合本的圣经出版，伫约翰福音传只是道吼。我相信迄个时阵翻译圣经的人，一定用足侪真精神伫遐伫找中文内底有倒一字会当包含这两个犹太人甲希腊人这两字的意思。因用真侪时，一定用足侪心神。因找到尾啊，咱拢读过四书五经的吼。老子有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咱拢捌听过吼。因去找到这个道，中国的迄个道字的含义吼，甲希腊人的 logos 真同款。啊，道吼伫中文吼有迄个道路，也是道理，原则，圣贤之道，也是啥物迄个生命之道，迄个都是规则原则。因这个甲我拄仔讲迄个 logos 希腊人的 logos 真活敢毋是？但有一个真趣味的问题是吼，这个道老子的道甲约翰迄个道有共款啊无？这真趣味的问题啦。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一摆去参加迄个大专学生的宴会，安尼吼夏令会，请周连华牧师来讲，伊就是甲阮讲，这个道甲耶稣约翰的道的中间的代志。伊讲啥？老实讲，我袂记啊。咧60、70年前的代志，我袂记啊。毋过我家己咧准备讲道时，我咧想吼，一定无共款，因为
约翰的道吼，虽讲是 impersonal， 总是伊是咧指耶稣，伊指一个人呢，嘛是咧指上帝。所以中国迄时道无法度通包含这个代志。道成肉体，耶稣来世间道成肉体吼啊。这是是讲吼三位一体的上帝，道是三位一体中间的一个。这中国迄时道无可能有这个代志伫遐，所以有无共款的所在。他伊讲道甲上帝三甲伫地，英语是用 with， the word was with God。甲上帝做伙迄个 with 吼，创世以前，伊就甲上帝三甲伫地。这个宇宙对伊来创造，这真歹解说啦。这有影真歹解说，咱嘛真歹用咱的理智去了解这个代志，这实在的代志。所以我找来找去咱来用耶稣家己讲的话啦。耶稣家己讲的，我有甲一个保罗讲的话，两则圣经，咱来看吼。伫约翰17章第5节，这耶稣的祈祷，伊讲爸啊，现在求你，互我伫你的面前得到荣光，就是创世以前，我甲你已经有的荣光。这耶稣家己讲的，这耶稣家己讲的，创世以前，伊甲你有做伙有荣光。咱今仔日的启应文，保罗讲的，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乱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甲上帝是一个。我想用这个来解说，咱无法度通了解。这耶稣家己讲的，这耶稣家己讲的。所以，伫遮约翰搁进一步讲，伊讲。道就是上帝。伊讲这个代志了后，这个约翰17章第5节是约翰家己约翰写的耶稣的话，伊嘛知影耶稣有安尼讲，所以伊的结论是讲，道就是上帝。这是真要紧，咱的信仰一个真要紧的基础。第二项是甲创造有关的，甲这个宇宙的创造有关的，耶稣参与伫宇宙的创造，这咱普通，我拄仔讲，咱普通是真少安尼想啦，咱真少安尼想。约翰安尼写，保罗嘛安尼讲，保罗伫哥罗西第1章第15节到17节，伊讲甲真清楚，咱拄仔才读的吼，我确定会阁讲，保罗嘛是安尼讲。保罗佫进一步讲吼，耶稣是上帝创造这个世间的原因、的源头、甲目的、伫第16节，咱拄仔读哥罗西第1章第16节，伊讲我家己写都爱去找。伊讲上帝通过伊，通过耶稣，上帝通过伊，也为着伊做万有。上帝通过伊，也为着伊做万有。这讲的甲约翰讲的真共款，敢毋是？真共款，敢毋是？所以我要甲咱讲一项代志吼。实在真趣味的代志，我伫准备这圣经的时候，我去找吼，我去看，到底是约翰大先讲，还是保罗大先讲？你捌想这个代志？因两个讲的真共款，对15节啦吼，创造万物，拢总耶稣甲上帝做伙做伴，啥人大先讲的？我讲哦，我去找吼。结果是保罗大先讲的，保罗大先讲，
哥罗西写的时间是主后差不多60年到61年的中间。约翰一直到主后90到100年，伊即阵才写的。所以是保罗大先讲的。咱普通吼，若伫讲这个是咱约翰福音拢伫哥罗西的头前，咱拢会讲大概是约翰先讲的。其实毋是，我相信保罗讲伫哥罗西讲批讲这话了，迄个时阵的教会有接受伊即款的信仰。约翰知影，约翰摕保罗所讲的，伫遮伫说明上帝甲迄落耶稣，上帝甲道做伙创造天地。伊通过伊，也为着伊做万物。上帝为着耶稣做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甲我，拢伫内底。所以保罗讲，我活为着基督来活，毋是无理由啊。因为你上帝做你，就是为着耶稣，这是真深的道理，敢毋是吼？是我的头壳黑白想，也是实在有安尼，我袂晓甲你讲啊。就是 logically 是安尼无毋对啊。咱受造是为着耶稣呢。保罗讲甲真清楚。我知影，我今仔日讲的这吼，是足歹解说的基督论啦。到底耶稣是甚物人？我知影。2礼拜前，咱伫讲约翰福音段的概论的时，我有讲，我有提起约翰讲伊写这本册的目的伫倒？伫约翰20章31节，伊写讲吼，我写这本册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佮互恁通过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伊有写真明，伊讲我写这吼，毋是要甲恁讲理的啦，是干那要甲你讲事实。啊，你要信啊，毋信你来决定啦。啊，这对现代人有可能真侪人吞袂落去。总是我安尼想，信仰的代志吼，本来真侪都无法度通甲你解说甲真清楚。信仰的代志真侪无法度通解说甲真清楚。信仰的问题是你要信啊，毋信。那逐项拢会当解说吼，毋免你信啊。事实嘛，摆伫你的头前啊，你才着信。信，希伯来第11章第11节讲足好的，讲足好的。伊讲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所仰望的事有把握，还未发生，总是我相信会发生，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我要甲你说明耶稣甲上帝做伙伫个吼，我无法度通摕证据互你看，我无法度。这是你的选择，你要信啊，毋信？我有讲信仰的代志，真正是我的人生经过足侪代志，我到即嘛嘛毋知影是安怎，我袂晓解说，总是我感恩。我记得我捌甲恁讲，这是我家己的迄落。我的头一个负责人，我的囡仔12岁时过身去，还未40岁。我当然足伤心的。啊，我安尼带2个囡仔独身几60年了，转去台湾拄着小丽。啊，恁大家拢讲我真好命，带着这个某，有影，总是我甲你讲。我感谢上帝有这个负责人，我袂使讲感谢上帝，你头前迄个甲带转去，我才有通带这个，敢会通？啊是安怎呢？我毋知呢，我有影毋知，我只有信上帝安排，安尼来俩。我用我家己的经验甲恁分享，恁会感觉讲，啊你叫阮甲，你讲啥我拢甲你信。毋是安尼，
这个神的物件，约翰叫咱神的物件，是会当互咱通过咱的信得到活命，毋是乌白信啦，毋是乌白信。这是约翰真有力的所在。上过来吼，是甲人类的关系。第40到第50节，伫伊内面有活命，伊是道啦。伫道的内面有活命，迄个活命是人类的光，是要互人类的光。这吼，我2礼拜前我那有摕过来，迄阵我无做 PowerPoint， 我今仔就有做出来。搁个迄个，毋是这个，有这3字是希腊文啦。这3字吼，拢总是 life， 英语翻做 life， 中文翻做生命、生命。敢若台湾话足水的所在，翻做活命，活命都是第3个。希腊文头一字是咧讲肉体的生命，咱英语的 biology 就是对伊字来。第2字心理 psychology 是对伊字来。Zoe 是活命，伫耶稣基督内底活命。这3字无共款，这个活命这字吼，伫约翰福音段内底出现34摆，你就知影约翰真看重这字。伊的内面有活命，这是这个道的内在的物件。伊的外在是要互人类的光，要互人类的光。这是约翰真特殊的所在，3本福音段无讲这个代志。咱在讲活命的时候，活的相对就是死嘛。这个世间有罪，咱拢伫罪内底出世，咱住伫罪内底。不如伫以弗所第2章第1节甲第4节说明讲，我用安尼来说明上简单。伊讲吼，以前因为恁就是以弗所的人，因为恁犯罪背逆上帝，灵魂已经死。第4节，毋过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慈爱疼恁。伊安怎疼？伊找伊的囝来世间，伊互道成做肉体，带活命来互咱，佮带光来互咱。因为世间是黑暗，有罪有黑暗，需要对上帝来遐个光。这个光是上帝这个道。这个第5节的翻译吼，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伊。这个赢过伊这字吼，赢过这字有两款翻译啦。咱台湾话圣经都是有2款啦。头一款巴克勒博士翻译是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无接纳伊。新约的圣经是光照伫黑暗，黑暗无较赢伊，所以接纳甲较赢是同字啦。我感觉这真趣味啦。咱拢知影吼，光照伫黑暗吼，一个你入去一间厝内底，有光也无光，就真简单的代志。若无光就暗，有光吼，就是敢若一支蜡烛，暗就无去啊嘛，敢毋是？都有光啊嘛。所以暗敢会当讲我无接纳光，无可能的代志嘛。你暗的所在，一支蜡烛入去就光啊，敢会当无接纳？这是真趣味哦！我老实甲恁讲，我为着这想不遮久，到尾去我想着吼，咱大先讲光无袂较赢，暗袂较赢光。我有摕一句，我有去想着
马丁路德金 Jr. 讲的一句真出名的话，足水的话，我有做迄个。伊讲吼，黑暗无法度通赶出黑暗，只有光才会当赶出黑暗。怨恨无法度通赶出怨恨，只有听才会当赶出。这是一句真水的话。黑暗袂当讲我无要接纳光，光若入去黑暗内底，黑暗就无去啊。这是一定的代志。总是吼，伫第六集咱今仔日无读，真实的吼。伫第六集咱今仔日无读吼，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出来，咱也差不多3礼拜后会讲到这集吼，这几集，伊讲吼，有上帝册来一个人，名叫做约翰。这个人来要做干净，为着光做证，要互所有的人通对伊来通过伊来信。伊是约翰啦，约翰即件事的约翰吼。因为你有感觉无？伊讲这个人来要做证，要为着光做证，是安怎都爱为着光做证。我拄仔讲你。举一支蜡烛入去暗的所在，就光啊嘛。啊，光甲暗真明显的代志，要安怎替光做证？我想来想去，安怎？光吼，咱即马遮讲的光吼，是譬如式的光吼。耶稣是入来世间的光，毋是耶稣出世的是规身躯就敢若安尼光影样，毋是迄落代志。咱是咧讲灵性方面的。咱讲的黑暗嘛，是灵性方面的黑暗。伫遮讲，伊要来为着光做证吼。为什么要为着光做证？因为真侪人青暝看无光啦。青暝人无法度看光，你甲伊讲伊听无。换一句话来讲，即个道来遮要开青暝人的目睭，咱。路下第4章遐，耶稣讲伊来是要互青暝得着看见，这个理由啦。开青暝人的目睭，互青暝人会当看到迄个光。青暝是灵性上的青暝，毋是实在的青暝，是灵性上的青暝。我咧准备这个事项，我想到英语有一首。恁毋知影讲，迄词讲 Open my eye that I may see， 即就是讲开我的目睭，所以我会当看到啥 ？Glimpses of truth thou hast for me， 互我会当安尼 ，glimpses 是安目睭了一个迄个叫做 glimpses， 毋是正面啦，我无迄个开力通。完全了解上帝的真理。伊讲：你开我的目睭吼，我会当小可知影你的真理啦。这是真水的话吼。因为耶稣是世间的光，甲人类的关系伫遮。伊来世间，带咱对死一活，带咱对黑暗去光明。这是咱真基本的信仰。我拄仔有讲迄个约翰写即个，伊写即本册，伊的目的伫倒？目的要互咱信耶稣。信即项代志是咱个人的决定。我吼差不多毋捌放啥物物件伫咱教会 Line 的群组内底。我今日转去了，我要放一篇文章，不遮长。这篇文章吼是我早起起来透早爬起来吼 ，Internet 罔看，文章罔读，读到一篇吼是虞美人放伫 Facebook 的一篇文章，不遮长，拢总2部分。伊吼迄篇文章我看了，感觉甲我这个讲道有关系，我有会当有关联性，我要甲大家讲。啊，转去请恁去读看，去开个。我无要，未讲到以前放弃哩，佫放弃哩，我佫就毋免讲了咧吼。所以我阴暗则要甲恁放弃，恁去看卖。
伊迄是讲伊去参加一个婚礼啊，啊，这是一个老爸写互迄个结婚的囡仔，可能是囝甲新妇。这个老爸足有学问的，我毋知影是啥人。伊对人类开头开始讲人类是到当时才会晓行路，当时才会晓讲话。伊迄个人类学的物件讲真济。啊，伊讲到今仔日的世界哦，咱有影，咱看到火烧山、大水，遮尔济，啊，战争的声一只，啊，搁一项科技的进步，变到咱大家头壳拢戆戆。伊讲哦，什么 Facebook 啦，啊 Instagram。咱遮个会吼，遐个名咱都学啊袂好咧，啊新的名佫走出来啊！伊讲这真正是真乱。迄个老爸吼讲真济，到尾上尾啊，伊讲吼，甲伊个囝讲，不管这个世界变做安怎，你着爱追求吼。我写伫对，伊讲你着爱追求吼，独立自主的个体生命。独立自主的个体生命，我用北京话读较好，恁较好了解。这个老爸到尾也甲因讲，世间遮尔乱哦，恁所爱追求的是这。我看到这个时，我感觉今仔日我所讲的吼，咱做基督徒，什么是咱独立自主的个体生命的根基？foundation 伫倒呀？这个独立自主的个体生命哦，我嘛独立自主个体，你嘛独立，咱两个会无共款呢，会冤家呢，敢毋是？咱的看法无共款，咱会冤家。总是咱若有一个目标，做咱的根本，做咱的信仰，咱会当去的所在，咱有可能较会当讲话。这什么物件？耶稣基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迄是咱信仰的根基啊！我知影，我今仔日讲的吼，是真歹讲。毋过我已经尽我所有，毋望恁袂连乱了了。真正，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我毋知捌伫遮讲啊毋捌。我真早以前伫台湾的时，我家己去想出来读传道书。你知传道书开始就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啊，世间拢是空虚。我捌一摆用迄个讲道的时候，我讲差不多同款物件。我咧讲吼，咱逐日伫生活，咱亲像车链咧转，咱逐日拢爱一直转。我毋是头过你的，毋过即个常识我有。迄转真紧的车链吼，迄上中有一点吼，咱目睭无看，迄点袂使颠动啊。迄点若颠动吼，转愈紧愈清爽，敢毋是安尼？迄链啊，伫转吼，咱走你驶到200嘛，你做驶。迄个链啊，中有一点，咱目睭无看。伫遐拢总无颠动，迄点若煞颠动的时，迄个链啊拢开开。这常识敢毋是？因为你我咱大家，咱逐日伫无闲代志要做呀。咱的中心思想伫倒位啊？若无中心思想，最近吼，常常看到新闻伫写讲，一寡人讲不知为何而战吼。无中心思想，规个党散的咩？因为中心思想真要紧的。咱的中心思想，啥物？道就是上帝。咱来三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通过约翰所写的短短、真简单的话语，总是有真深沉的意思。主，阮感谢你，你的圣神帮助伊，互伊会晓写即款物件出来，互阮得到利益。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信伊的话，对伊的话，互阮信你，知你是上帝的囝，是基督，也知阮要通过你，
因为信你，阮要得到丰盛的活命。主，阮感谢你这款的恩典。这个时阵，阮要来三甲坐倒，要来甲你坐倒，享受你的恩典。主，阮恳求你圣化阮所要做的代志，愿一切荣光归伫你的名。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